后来过来是咱国军的防弹甲，又就是防弹背心，敢有法度来挡阿强的枪支呢？民进党新北市议员林炳佑进前摕着国军的抗弹棒到国外去做试验，结果这个抗弹棒猛落，阁险险啊探过，所以伊来推论讲，咱的防弹甲可能嘛挡袂掉阿强的步枪。因为安尼，国防部特别来公布着这几年来送到美国实验室的测试的影片，讲拢符合着世界主流的规范。提步枪对防弹衫进行射击。新北市议员林炳佑讲，摕着国防部205军备厂制作的防弹衫进行性能的实测。制造厂军备局205厂，制造日期是109年。将3级的抗弹棒甲3A 级的软棒做伙放入去防弹衫内底，以5.56米16寸枪管进行测验，结果真惊人。打穿了，好，一样打穿了。抗弹棒破一孔有够大孔，甚至内底也阁有吹气的枪支。防弹衫实测竟然互枪支通过，国防部赶紧跳出来驳回。部分内置仅内置内蕊及抗弹板的放置颠倒，不符合规范。军备局登存111年到112年2摆测验的影片，伫咧符合 NIJ 规范专业的实验室内底，将防弹衫放入去模拟的机械，3分钟了后，以6发7.62米普通的枪支进行测验，结果符合标准。不过，中共军队使用的是5.8米的枪支，国军目前的防弹衫性能敢有够力？抗弹板它主要的目的就是要穿透，防止子弹的穿透跟。这个冲击波7.62公里的普通弹，它的动能比中共还大，也就是说电6.2能够挡住，那当然可以挡住5.8。国军装备的性能去互质疑，国防部大动作来驳回，表示目前已经按照美国司法协会2017年的规范，而且参考美国的标准，研发新的抗弹棒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也不要忘记收看《华视新闻》杂志哦。